来这件事，民众党家己人咧拍不无，一个是台北市议员黄静莹，一个是因的前中央委员张益善。张益善是指控着黄静莹定定个人骚扰，像顶一回黄静莹无愿意来选立委，就去告当时的市府的顾问刘家仁骚扰。黄静莹发文章讲，这是不实的指控，要求道歉。这张益善是拒绝道歉，讲这是政治操作。黄静莹人气真好，每到选举呢，就是一个真强的吸票机。那民众党烧钱要找伊，连国民党候选人嘛同款。伊讲捌互当时的立委候选人张小平电话一直卡，是讲民众党的前中央委员张益善进前的政治节目讲，黄静莹讲伊红烧掉，唔是头一摆啊。民众党曾经要提名他在士林北投选立法委员的时候。黄静莹不想要选，他认为选不上，他不愿意用的方法也是用骚扰的理由。那昨天既然这个议会有要求要劳动局介入调查，那全案就是进入调查程序，所以细节方面就不便再多做回应。2019年当初代志发生的时，当时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黄静莹指控讲，和市府顾问刘家仁骚扰，当时的调查小组有去调解，经过5档。张益善阁将这个代志讲出来，黄静莹嘛写文章讲，当初唔对是无够勇敢，这摆我要为家己勇敢。拿过去的事件出来加油添醋、说谎、煽动民众的情绪，这样的人应该为他所作所为道歉。我没有传任何简讯，也没有跟他任何接触，为什么要道歉？呼吁市民北投的选民，如果学姐常常会觉得被骚扰的话，那我们就尽量远离他，不要太接近他，免得有被骚扰的嫌疑。随着高文铁金华城案件，即卖战场继续探，嘛好高文铁真爱无聊伫空中对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